大家好，又嚟到暖暖即心嘅時間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繪本嘅書名叫做《雲上的阿里》，作者井成文，譯者陳瑩如。綿羊媽媽一個人住喺一座好靚又舒服嘅村莊裏面。以前小綿羊阿里亦都同媽媽一齊住，但係小綿羊阿里突然就離開咗呢個世界。綿羊媽媽好傷心啊，傷心到咩事都做唔到。不管係郵差先生嚟撳鐘，定係朋友嚟探訪，綿羊媽媽邊個都唔想見。即使到咗食飯時間或者點心時間，佢咩都唔想食。心裏面滿滿悲傷嘅綿羊媽媽，一整日喺屋企，一直只係睡覺。呢個時候，小綿羊阿里喺雲上面望着傷心嘅綿羊媽媽。其實阿里係突然從媽媽身邊離開嘅，佢都覺得好驚，唔知點樣算。而且睇到原本活力又開朗嘅媽媽而家難過嘅樣子，佢好想即刻跑回媽媽身邊。阿里心想，如果媽媽能夠見返佢，應該就會好似以前一樣咁有活力啦。呢個時候，雲上面有好多嘅綿羊排排企，要等住過河。河邊企住一位看守人路西法，佢就係睇住綿羊有冇排好隊。大家排隊嘅時候，手上都攞住自己活着嘅時候最珍貴嘅寶貝。好似平底鍋、小提琴、提箱，仲有放編織物嘅籃。雖然大家手上面攞嘅東西唔一樣，每樣東西都裝滿住滿滿嘅回憶，但係只要過咗呢條河，所有回憶都會消失，然後出發前往新嘅世界。隊伍緩緩前進。好快就要輪到阿里啦，佢好擔心啊，因為只要過咗呢條河，佢覺得自己就唔可以再見到媽媽啦。無論點樣，佢都好想再見到媽媽一面。阿里思前想後，有冇好辦法？呢個時候，阿里突然發現隊伍前面嘅綿羊媽媽嘅籃裏面放住剃毛嘅工具。阿里同綿羊媽媽借咗嗰把剃毛嘅工具之後，靜雞雞咁樣離開咗隊伍，開始剃自己身上嘅羊毛。跟住佢就將剃落嚟嘅羊毛搓成圓圓嘅，係啦，大小啱啱好。阿里再將圓毛球拉長，接埋一齊。阿里做好咗，係一條好長好長嘅繩。阿里諗住捉住呢條繩爬落去揾媽媽。阿里將繩綁好，跟住用力咁拋落去。繩前面已經跌落咗下面，幾乎睇唔到，左搖搖右晃晃嘅搖晃住。阿里有啲擔心，但係都鼓起勇氣捉住條繩往下爬。咻！一陣風吹嚟，繩搖晃得好大力啊！阿里都跟住一齊搖啊搖，晃啊晃，就嚟被吹走啦！阿里眯埋眼，捉實條繩唔放。風漸漸平靜落嚟，阿里就繼續慢慢咁捉住條繩往下爬。仲差少少咋，就係差少少咋。阿里雙腳踏喺柔軟嘅草上面，佢終於到達地面啦。阿里好快咁跑返屋企，佢一口氣穿過大門，媽媽嘅身影就喺佢前面。媽媽，係我啊，阿里啊！阿里去到媽媽身上。
一直對住媽媽講話，但係媽媽一眼都冇望過佢。原來綿羊媽媽根本就睇唔到阿里，即使咁樣，阿里都係咚咚咚咁敲住媽媽嘅肚子，一直呼喊住媽媽。看守人盧法西嚟到小綿羊屋企，而家阿里一定要返去雲上面呢。阿里不斷大聲咁呼喊住媽媽媽媽，最後都係被路西法帶走。喺呢個時候，綿羊媽媽好似聽到阿里喺度叫佢，不禁抬起頭，佢覺得肚周圍好暖，就好似以前阿里跑嚟跑去抱佢嘅時候咁暖。阿里以前就好識撒嬌，不管係媽媽做緊飯嘅時候，定係洗緊衫嘅時候，阿里總會話媽媽你睇下，然後緊緊咁樣擁抱媽媽。綿羊媽媽覺得煩惱時，只要睇到阿里，就咩時候都會好溫柔咁樣抱住佢。綿羊媽媽回想起某一個冬天，阿里喺瞓覺前最鍾意聽媽媽講故事啦。綿羊媽媽講過好多本故事書，阿里特別鍾意一本有關星星嘅書。其中一個畫面就係夜空掛滿一閃一閃嘅星星，阿里總會睜大雙眼，眨都唔眨下。綿羊媽媽睇住阿里嗰份專注嘅表情，即使係冬天，心裏面都係好暖嘅。綿羊媽媽又回想起某一個溫暖嘅春天，嗰日係阿里嘅生日。佢同阿里一齊做咗一隻金光閃閃嘅皇冠。阿里第一次用鉸剪啊，因為剪得唔太好而喊起嚟。佢溫柔咁樣捉住阿里隻手，教佢點樣剪。阿里好努力咁樣做好一隻金光閃閃嘅皇冠，真係做得好好啊，好叻阿里。對綿羊媽媽嚟講，阿里面上嘅笑容先係最閃閃發亮嘅。綿羊媽媽再次回想起某一個夏天，樹木翠綠茂盛，到咗炎熱嘅季節，佢剃咗阿里身上嘅羊毛。剃毛嘅過程裏面，阿里都乖乖咁企住喺度。一剃完，阿里忍唔住抖咗一下。溫暖嘅羊毛都睇得光溜溜，難怪會覺得有啲凍喎。綿羊媽媽好溫柔咁樣擁抱住阿里，用自己暖粒粒嘅羊毛嚟溫暖佢。最後，綿羊媽媽回憶起某一個秋天，佢將阿里身上剃落嚟嘅羊毛細心咁搓成一條又一條細長嘅毛線。綿羊媽媽同阿里約定好要用呢個毛線幫佢織一件毛衣。阿里好開心啊，期待着住呢件毛衣。但係喺毛衣未織好之前，小綿羊阿里就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。綿羊媽媽諗起呢個同阿里嘅重要約定，嗰件編織到一半嘅毛衣一直放喺床下底嘅籃子裏。一開始，綿羊媽媽慢慢咁織住，漸漸咁樣去加快咗速度。喺太陽就快落山時候，毛衣就織好咗。綿羊媽媽攞起毛衣，走到出面。呢個係阿里離開之後，佢第一次行出喺外面。屋外面好靚嘅夕陽映照喺樹上面，溫暖咁樣包覆住房子同埋葉子。舒服嘅微風吹嚟，當綿羊媽媽望住雙手時，嗰件毛衣消失咗。喺雲上面，小綿羊阿里喐都唔喐。綿羊媽媽唔知道阿里嚟咗探佢，
呢樣讓阿里失去咗渡河嘅勇氣啊！可是等一下就要過呢條河啦。今次要輪到小綿羊阿里啦。阿里好冇精神咁樣企起身。喺呢個時候，突然吹嚟輕輕柔柔嘅微風，有一個溫暖嘅東西包裹住阿里。呢個係媽媽同阿里約定好要織畀佢嘅毛衣。綿羊媽媽又回想起來，呢個係阿里最期待收到嘅東西。阿里感覺就好似畀媽媽溫暖咁樣擁抱住。今次佢有勇氣。阿里好輕巧咁樣過咗河，原本感到不安嘅心情，而家變得好輕鬆啊！阿里頭上嘅皇冠消失咗，不過毛衣依然留喺身上面。阿里一回頭，只見到路西法將手杖轉咗一圈。呢個時候，阿里做嘅嗰條繩漸漸消失，化成一閃一閃嘅星星。多謝啊！小綿羊阿里向路西法道謝。我可以㗎。佢感到星星們將這個訊息傳畀媽媽。上萬顆閃閃發亮嘅星星滿佈喺浩大嘅夜空中，就好似阿里最鍾意嘅嗰本書一樣。綿羊媽媽覺得呢個就係阿里傳嚟嘅訊息啊，心中明白阿里已經前往天堂。綿羊媽媽不再哭泣，因為一齊度過嘅幸福時光就係阿里留畀綿羊媽媽最珍貴嘅寶貝。好啦，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面對心愛嘅人離世，可能係每個生命都必須面對嘅歷程，當中有好多好難講出口嘅感受。咁我哋可以點樣好好咁樣表達道別呢？我哋就一齊跟住綿羊媽媽一齊面對離別，喺愛嘅記憶裏面揾到生存嘅力量。我哋下節暖暖的心嘅時間再見，拜拜。